2017年的12月，我带老婆去妇产科，但是没有想过我们会收到不好的消息。长得比我想象的慢真的哦。不起来。那这圆圆的这宝宝的头，这边是身体啦，那这样它头到身体，这边这样1.31公分。今天本来约回来，今天应该是9周了啦，9周都应该2公分左右，它长到1.31公分。这样会有什么问题啊？因为 baby 应该没有那么健康。真的哦。而且现在中间这边应该是要有心跳的地方，要建议用手术的方式啊，因为如果用吃药的，它会排不干净，而且你中间还会流血量很多，因为还有一颗肌瘤。目前它其实可以稍微等大概1个礼拜左右，等看它会不会自己流出来。长了头，身体跟手脚都没有长出来了，难过。人生无常。上礼拜开始就那个吐的感觉又降低，就是觉得奇怪，怎么没有那么想吐了？我还想说怎么会那么早没有感觉，原来已经上个礼拜就停止生长。2018年的3月，老婆跟我分享很好的消息。我刚刚呢，突然就是心血来潮，然后拿了之前剩下的验孕棒，然后验了一下，因为想到这几天好像肚子有点那种拉扯的感觉，结果呢，大家看到结果了吗？好快哦，是不是？那个比较浅，因为我就在想说这几天肚子怪怪的，想说验看看。进，老婆的进。拍一下。2018年的10月30号，我们的宝宝英吉来到这个世界。时间到了，吴律师在这里帮我。等一下，我要进去里面陪老婆。大家好。你就跟他聊天就好。现在觉得下腹部很闷是正常的吗？宝宝要出来啦！对，宝宝要出来了。哎，你稍微推一下啊。OK， 没问题，没事。没事。我在你旁边 ，OK。对。哎呀，很好。没事。来，深呼吸哦，妈咪。你要记得深呼吸哦。对，很好啊，给宝宝最多的氧气，深呼吸来。还有双眼皮，好像跟姐姐很像哎。哦呦，双眼皮啊！哦呦，好像像我。睁开了，眼睛睁开了。看到了他了，美女可是美女，美女可是好可爱的，美女好可爱哦！看到他了，好可爱。哎呀，好可爱，可爱美女可是。看到了吗？看到了，好大只，好可爱。我们现在狗狗就外面的。我要离开了，好了，拜拜老婆，恭喜，好棒哦！谢谢大家，辛苦了，谢谢。我们从那边好。从那边吗 ？Oh my god！ 我们现在要庆祝英吉的生日，这个蛋糕送给他。Day to you， İki doğdun İnci. Bir de Türkçe söyleyelim mi? Hadi Türkçe söyle, Türkçe. İki doğdun İnci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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 没有 A P 过完生日了。 İki, senin doğum günün kızım. Hadi, 1, 2, 3.对，一起吹，一起吹。耶！